關於過關嚇，咁啊過關通常就諗起兩款啦，一款就係即係打遊戲機嗰啲過關啦，咁另一款就係回鄉證嗰啲過關啦嚇，咁就係今日講回鄉證嗰啲過關嚇。咁我諗大家如果住洪水橋一帶都覺得過關應該係都過緊係咪啊？你應該係深圳灣過係咪應該會係咁啊？我媽媽都係住天水圍嘅，佢都係喺深圳灣過去多啲。咁就係啦，我發覺即係聖經裏邊有冇一啲即係講過關嘅經文咧？咁啊，發覺原來係有一段嘅喎，就係咧講緊以色列人咧即係過關嚇，咁啊即係咧去到一個嘅邊境裏邊咧要過關嘅經文。咁同大家一齊咧嚟到去睇段經文啦嚇。咁啊頭先好好嘅一個嘅即係主席好好得嘅去讀出經文，咁大家都已經大概知道即係整個即係經文裏邊嘅內容。咁我就開始講，好，我一齊祈禱下。天父多謝你，我哋今日嚟到去敬拜你。我哋喺崇拜裏邊，我哋嚟到去獻上我哋嘅身心靈，我哋願意獻上我哋嘅專注，我哋嘅耳朵，我哋嚟到去認識明白你嘅説話。求主你都係幫助孩子有清晰嘅説話，能夠可以講出你嘅恩言。奉主名求，阿門。今日嘅即係過關嘅經文咧，係發生喺以色列人喺曠野40年裏邊咧，即係最後一年嘅時間嚇。大家都知道，即係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後就係漂流咗喺曠野咧，有40年咁耐。經文咧其實正正就係講係佢哋整個曠野漂流40年裏邊咧最後一年發生嘅事情。呢幾樣嘢大家要知道嘅，其實咧聖經裏邊咧就冇詳細去記載咧整個40年嘅事情。整個摩西五經裏邊咧，大概都係記錄咗頭嗰幾年即係開始漂流嗰幾年，同埋咧臨尾嗰幾年嗰啲嘅事情。即係中間嗰30幾年咧，基本上係 skip 咗嘅係冇講過。即係 technically 就喺出埃及記嘅下半部啦，整個嘅書卷嘅下部分都係嗰個曠野嘅開始嘅時間，同埋民數記頭嗰14章經文就係咧開頭嗰幾年。去到20章之後咧，就發覺係講緊臨尾嗰1-2年嘅時間所以你會發現咧，其實就所謂40年，其實就係一個咁樣嘅記載中間係冇乜點樣提起中間嗰30幾年咁長嘅時間。呢個大家要知道就係咧，其實諗下係嘛，40年咁長時間，其實佢哋點行嘅咧係嘛？行咗咁耐都冇行都行唔完咧。其實就係由西邊開始行起啦。咁埃及即係大概有個想像啦，就由埃及慢慢咁樣由行到去呢個嘅東邊咧咁樣嚇。如果你打開民數記33章嘅話咧，有42個地方名，一個好詳細42站，就係佢哋咧呢40年俾佢哋紮營嗰個嘅地點嚟嘅。咁你又諗下，即係大概都係每年就會轉一個地方一個咁樣嘅概念。所以呢40年喺呢塊曠野裏邊咧，就每年一去遊牧民族咁樣就不斷嚟到去漂流揾地方有水源有草咁就紮營，然之後咧就係再遊牧咁樣樣。所以少似嗰啲即係今日而家都興啊嘛，係嘛？嗰啲即係車中泊係嘛？即係露營嗰啲咧，其實係咁樣樣嘅。大家就係一個即係郊外地方裏邊咧嚟到去生活。不過就唔係講緊就係3-5知幾個家庭，而係點樣啊？而係整個民族啊！即係諗下係有成咧200-300萬人咁樣一個嘅露營會係一個。所以其實都一個幾大陣仗嘅規模嚟嘅。即係喺一個曠野地方裏邊咧，就一排咁樣就連營1公里咁樣就係喺度紮營一個非常非常之犀利嘅一個嘅景象，一個移動嘅城市可以話係。所以呢個就係我哋今日要明白整個就係曠野漂流咧嗰個嘅少少嘅背景200萬人去露營咗30幾年一個佢諗去到一個叫加底斯嘅地方佢可以咁講咧，係翻到咧加底斯嗰啲地方。因為話翻到加底斯咧，因為咧佢哋係加底斯咩地方嚟咧？原來就喺30幾年前即係12探子去窺探迦南地嗰個嘅地方，大家都記得係嘛？就約書亞、迦勒有信心嚟到咧去即係窺探迦南地後尾咧就佢哋就以色列人就冇信心啦跟住就俾上帝懲罰，咁就開始呢個咧就係曠野漂流呢個咁樣嘅故事。所以加底斯係一個咧曠野漂流嘅起點，佢哋咧經過咗40年之後咧，就翻到呢一個嘅起點嗰度。咁你見到啦，即係經文就咁樣講住讀到嘛？呢個嘅16節我哋讀摩西嗰段嘅説話呢個就係佢哋即係翻到加底斯裏邊咧嗰個嘅請求。我哋讀到話，預備1、2、3。我們哀求耶
11節係啦，跟住17節係啦。係啦，唔該晒。嗱，摩西就要求以東王就容許佢哋一班以色列人入境嚇，即係從加第斯去到呢個以東嘅國境，再穿過以東嘅領土咧，就直接就去到迦南地。呢個就係最終嘅目標。呢個所以咧係一段咧，即係好正宗嘅過關嘅經文啊！即係過關嘅係以色列民，佢哋係揸住以色列 passport 啊，呢個真以色列人啊，佢哋要穿過關口咧，入到以東嘅境界裏邊。咁不過可惜咧，呢次嘅過關係點樣啊？係失敗嘅，佢哋咧被拒絕入境。以東話即係你不可從我的地經過，免得我帶刀出去攻擊你。以東王拒絕佢哋入境，甚至冇交代任何嘅理由。不過呢個都正常，通常咧國家要求你即係唔俾入境都冇乜理由解嘅，係咪？都係唔俾就唔俾嘅。所以去到19節，以色列人就再一次，呢次就唔係摩西，呢次係成班以色列人咧，就再一次咧要求以東王批出入境。我們要走大道上去，我們和牲畜若喝你的水，必給你價值，不求別的，只求你容我們步行過去。基本上係同摩西對話係差唔多嘅，不過加咗要求就要飲水。呢個就係之前我哋因為飲水拗交嗰個緣故啲嘅相關嘅事情，咁我就唔講啦。不過就所以以色列人就過關入境失敗，佢哋咧唔能夠穿過以東咧去到迦南地嗰度，佢哋咧就要繞道而行。足足花多咗半年嘅時間，離開加底斯行上山，去一個好陡峭嘅何珥山，再去到呢個嘅摩押平原，先去到臨尾嗰個嘅迦南。對經文裏有一個即係最終極嘅問題，即係點解呢班人一定要經過以東嘅地方，去到人哋國家去到入境咧？最直接答案就咩嘢咧？因為係咩啊？因為就係快咯。佢哋可以咧直接穿過直線穿過以東咧，係慳好多時間嘅。如果佢哋直接去由經過以東去迦南嘅話咧，基本上係10日嘅路程就可以直接去到迦南，所以爭好遠嘅。就10日就 fast pass 就過，同埋而家你花咗半年嘅時間咧，又行山路又行啲好窄嘅路咁樣去到迦南地。所以呢個就係大概咧以色列人即係臨尾嗰年嗰個發生嘅事情。1月佢哋就被拒入境，同年就米利暗就離開世界嚇。5月佢哋去到何珥山，就亞倫就死咗。然之後佢哋就繞過以東，出現咗銅蛇事件、巴蘭先知事件，去到摩押平原。10月就開始就分河嘅河東嘅地方。11月喺摩押平原就摩西就講申命記。12月底就摩西都離開世界。呢個就係佢哋整個曠野入邊咧最後尾嗰年每個月份咧嗰啲嘅事情。所以話，如果佢哋直接直插去到呢一個迦南地咧，佢就可能就唔需要發生呢啲事情冇所謂咩銅蛇事件啦，都冇乜咁多以東事件咁樣咧。咁成本上民數記就可能就薄好多啦，冇咁多聖經讀嘅就會嚇。所以最後尾呢一個嘅經驗話俾我聽乜嘢咧？即係原來世上邊有啲關咧，即係唔係話難定係辛苦，都唔係話咧點樣好辛苦好慘，而家咧純粹你係過唔到。有啲關你係即係咧，純粹就唔俾你過就唔俾你過，或者就叫卡咗你好耐所謂叫做卡關就咁解係咪？即係有啲關你係過唔到嘅，唔係你嘅能力問題，都唔係你即係做唔做到問題，而係純粹人哋就唔俾你去過咁樣樣。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咧，即係申請簽證即係講嘅唔係入台證嗰啲咁簡單嗰啲，而係嗰啲真係你要去比較長期嗰啲嘅簽證入境簽證。以前去德國讀書就係咁樣，一個好大嘅噩夢嚟嘅，對嗰啲去留學德國嘅人。基本上德國領事館有個職員啦，咁佢就咧係好德國人嘅嗰啲嘅方法就係咧嗰啲衰嘢嘅話嚇。咁咧就佢咧就係咧唔係好嚴格得嚟係好官僚咁樣樣咯，可以話。基本上呢個每一個香港人去德國嘅一個共同話題嚟嘅，就係必要過佢個關係一個咁樣樣。即係點樣卡你咧？首先就黑面就唔講啦，黑面就係痛苦啫，只不過係咪？咁呢啲唔係卡關嗰個痛苦嚟嘅。即係假設你有10個文件你需要你去申簽證，呢10件係唔會寫出嚟嘅，係啲隱藏文件嚟嘅即係基本上嗰啲文件之外10個呢啲文件你唔知道要俾咁樣樣。
咁每次咧就去到咧咁黑面啦，咁跟住就話你爭呢個啦，咁就你要翻去就要再要交啦，要再排期啦，就再 booking 啦，咁就約佢啦。翻嚟啦，原來仲爭呢一個喎，呢個唔夠，仲爭呢一個。10件你行10次咧，10次嘅話咧11個文件你要交咁樣樣。所以去來有花咗大半年時間，要交10次文件，交10次唔同文件，再補交翻咁樣樣。所以就10次黑面，10次補交，10次咁樣嘅卡關。所以就係咁樣樣嚇，人哋有時係嗰個國家唔俾你去嗰個嘅地方，即係要求你係冇得任何嘅發言權嘅，只能夠係去滿足或者就係咧唔俾你過咁樣樣。嗱，當然香港人都係急嘅，係咪？香港人都係咧比較咧心急嗰啲人嚟嘅。嗱，我哋好驚咧俾人哋咧即係排隊卡關等好耐，係咪？唔知大家係咪咁樣係咪？你冇發覺咧？你通常你過關咧，人特別係會心跳加速咁樣噶嘛？係咪？即係你即係個人特別嗰條快好多嘅。即係你見到邊條隊啊嘛？依度邊度快，你就即刻數過去咁樣就可以嘟咁樣樣。前面嗰陣即係搞你就咁耐㗎咁樣係咪？跟住就會即係掃唔到個回鄉證啊定咁樣樣係咪？即係落機都係㗎嘛。落機香港人咧，你落機未落機都已經可以淨換定 SIM 卡啦係嘛？跟住就會咧一嘟就放低嗰個 safe belt 過嚟，即刻就攞行李啊咁樣啊，咁啊10點半落機，10點9已經去到的士位嗰度咧，就大話就話自己就已經過關啦，唔係翻屋企啦，咪好快嘅會係嘛？即係通常我哋嗰條隊係一條好快嗰啲嘅點啊？行電梯係咪？我哋會急速咁樣行呢條電梯噶嘛係嘛？所以係快上加快咁就咧就可以去到。所以就係我哋嗰個嘅即係香港人嘅習慣啊！呢件事情就係係啦，即係由羅湖到落馬洲定係都係一樣啊！全部都係一個咁樣嘅景象。我哋問就係點解以色列人要咁快咧？點解佢哋喺度佢哋趕時間咧？係啦，即係咧原來佢哋咧即係就算佢哋10日之內可以去到迦南地，好快咁去到迦南地，佢哋係唔係真係可以去到迦南地咧？要睇翻14章經文裏邊啊，即係當時佢哋咧被上帝去懲罰嘅經文啦，多讀出嚟好冇？14章33節，佢話：你們的兒女必在曠野漂流40年，擔當你們淫行的罪，直到你們的屍首在曠野消滅。我你們窺探那地的40日，1年頂1日，你們要即係擔當罪孽40年，就知道我如你們疏遠了。我耶和華説過，我總要這樣待這樣聚集敵我的惡會眾，他們必在這曠野消滅，在這裏死亡。經文話乜嘢啊？你們窺探那地40日，1年頂1日啊！你們要擔當罪孽40年。所以呢個40年係一個真實嘅數字嚟嘅，唔係一個虛數嚟嘅。佢哋係需要咧，即係literally 咧住咗40年曠野，先能可以離開呢個嘅曠野。所以我哋聽，即係以色列人喺曠野，可以離開呢個曠野有2個客觀條件要去滿足嘅。第一，佢哋就要停喺裏邊咧40年咁耐啦。第二就乜嘢啊？就係上一代嘅人咧要壽終正寢，係咪啊？即係佢哋咧要去，即係全部嘅即係死去咧，先能夠可以進入迦南地嗰度。所以你問，其實快嚟做乜嘢咧？過到呢個以東境又好，過唔到都好。佢哋呢個嘅快咧，其實唔會真正係快到嘅。佢哋想成功快啲去過關，快啲去離開曠野，其實唔會真正去離開呢個嘅曠野，因為真正嗰個嘅離開曠野嘅條件唔係一個地理問題，而係一個咧即係上帝嗰個嘅時間問題，亦都係一個壽命問題。佢哋只能夠真係坐足40年。真係能夠咧，所有人都死晒咧，先至能夠可以離開呢個嘅曠野。因此，弟兄姊妹，以色列人真真正正要面對嗰關啊，最後嗰關其實從來都唔係以東王啊嗰個嘅關口，而係咧上帝自己咧呢一個嘅關口。我哋人生裏邊其實都係咁樣樣，好多我哋面對住好多唔同人生嘅關口。有時過到，有時過唔到，我哋都諗辦法希望可以咧順利過到。無論係我哋自己嗰個嘅即係細個嘅考試到面試到我哋啲人生唔同嘅關口都好，我哋都有好多唔同人生嘅關口，
但係咧，我哋都係面對一個最終極嘅關口啊，就係上帝呢個關口。幾個月前係咪？即係大埔嘅居民就面對住一個好大嘅關口，有啲人過到，有啲人過唔到。幾年前嘅香港都有一個好大嘅關口，有啲人就選擇即係移民，咁就離開呢個嘅關口。今日想話俾你聽乜嘢咧？即係就算我哋過唔到某一關，唔俾過某一關都好，我哋真正要面對嗰一關咧，其實唔係我哋所面對呢個嘅目前嘅關。真正嗰關咧，其實係上帝咧更加宏觀，我哋生命裏邊呢個關。我哋點樣面對上帝呢一關咧？其實有冇諗過咧？即係整個即係曠野故事裏邊咧，摩西啊、亞倫啊呢班人，佢哋點樣面對曠野？大家有冇諗過啊？即係呢班人咧係點樣啊？即係成世人係注定過唔到關，係咪？佢哋知道佢啲新人咧，佢哋咧肯定會過唔到曠野呢度。即係所以你見到係嘛？即係最尾嗰年，米利暗1月死。5月份亞倫死，12月就摩西死，然之後先至真正離開呢一個嘅即係曠野地方。所以個個都話咩？即係走出迦南，邁向即走出曠野，邁向迦南，去到神所應許之地。其實唔係個個都係咁樣樣。有啲人一生人都係去唔到迦南地，一世人咧都去唔到應許之地。所以呢班人佢作為一個以色列人嘅屬靈領袖，佢哋點樣去理解自己嘅生命咧？佢點樣理解自己同上帝嘅關係咧？一世人都過唔到關，一世人都去唔到個應許之地，難道佢哋就一世人就係冇乜盼望嘛？我哋問呢班一世人都注定去唔到曠，即係離開唔到曠人，佢哋點樣理解佢哋自己同神嘅關係？點樣嚟到佢咧去追求佢哋咧人生嘅目標咧？呢個係我哋咧，即係今日要學習嘅一個功課。不能不説，我哋咧好多時候咧都係一個所謂叫做咧，即係教會裏邊都係叫做 baby boomer 嘅一代，係咪？所以 baby boomer 即係乜嘢？就係所謂二戰之後出世嘅一代。佢哋咧都係咧一個即係百廢待興嚇，即係重新嚟到去建立嘅一個嘅代。佢哋咧成長係點樣？就係話咧，即係只要你肯努力咧，就能夠會成功嘅年代。只要你肯努力，就必定咧就會有個建設，必定見到果效嘅年代。所以佢哋就總係有一種咧思維，就係咧要不斷嚟到去即係發展啊，不斷嚟到去向上咁樣樣。我自己唔係baby boomer一代，但係我嘅前輩係啊，所以咁上咧好多人都係咁樣諗啊。細細個就被教導咧，你就要咧，即係人咧活着就係要上進啊，就要努力，要咧不斷去奮鬥啊。教會都係一樣啊，教會不斷嚟到去擴張啊，不斷嚟到去人生去過關闖關咁樣樣，係啱嘅。不過又唔係咧完全唯一嘅人生嘅一個嘅道理喎。總之發現，而家你職場裏邊見到好多叫做20零歲嗰啲 Gen Z 咧，就唔係咁諗嘢㗎，係咪？佢哋根本上就唔一定為同你衝啊，唔係要搏啊，唔係要去不斷嚟到去即係耗盡咁樣去做啲嘢。佢哋就會講乜嘢？就會講下保留翻自己一啲嘅生活質素，係咪啊？點樣嚟到去好好嘅嚟到咧去諗下其他嘅嘢咁樣樣。所以人生意義就唔係純粹叫做咧即係奮不顧身嚟到去追求一個龐大客觀嘅所謂成就，咁就叫成功。所以成功嘅定義唔一定要所謂嗰啲嘅成功嚇，就係嗰啲人生裏邊好大嘅成就先叫成功咁樣樣。呢點咧同摩西亞倫嘅諗法其實好相似嘅。對於佢哋嚟講乜嘢？即係佢哋嚟講過關唔係佢哋人生嗰個嘅終極目標嚟嘅。過唔到曠野呢一關其實唔緊要，入唔到去迦南呢個都唔係最重要嘅嗰個嘅問題。對佢嚟講，即係上帝咧，先至係佢哋最終極嘅嗰關。就算過唔到迦南，去唔到迦南，佢哋仍然咧要去過嘅係上帝呢一關。對佢嚟講，信仰嘅目標唔係要去衝到一個好偉大嘅成就，而係相反係每一天佢哋咧所面對嘅生活，就係中間嗰30幾年聖經冇記載。嗰啲每日好悶，好似冇乜特別、冇乜出色嘅生活，
佢哋就係要好好嘅嚟到去過好呢個嘅每一日，係嘛？即係要遵行耶和華上帝嘅律例典章，每一日發現上帝俾佢哋嘅嗎哪，發現嗎哪，享受嗎哪，收取嗎哪，正正就係佢哋每一日嘅信仰嘅目標，甚至乎就係佢哋信仰嘅高峰。好似冇乜特別，但係咧呢啲嘅嘢，正正就佢哋要去做 ，keep 住要做足40年，就離開世界嗰個嘅目標。無論人生即係遇到啲咩嘅關口，過唔過到以東呢個關口，去唔去到迦南咁今日非利士人都好，呢啲唔係最重要嘅事情。最重要嘅反而係啲每日裏邊能唔能夠過到呢一個關。我自己都係自己去到人生去到叫做即係去到一半係嘛？發覺係咯，要能夠所以成就到嘅可能大概都係呢啲係嘛？大概都唔會去到一個更加即係完全冇諗過或者諗唔到嗰啲嘅目標。你開始諗下，剩翻嗰20幾年、10幾年、30幾年，你就諗下我剩翻落嚟大概就識得叫做自限啊。有啲嘢就其實都知唔係細個去幻想嗰啲嘅成就。但係唔代表你人生就冇成就，因為嗰個最重要嘅係上帝嗰個嘅成就。正如摩西我哋話詩篇90篇係一段摩西嘅詩篇大家都熟悉經文。我們一生的年日是70歲，若是強壯，可到80歲。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着智慧嘅心。一生嘅年日有幾多，弟兄姊妹有數計70日就70歲，大概就係26,000幾日；80歲就係29,000幾日。所以大概咁樣可以，係咪？我一生的年日大概是26,000幾日，若是強壯，去到29,000幾日。其實真唔係好多係嘛？2萬幾日今日係嘛？今日你返完崇拜食個飯，返屋企做啲嘢再煮個飯或者睇場戲，夜晚返到屋企早啲瞓，咁就一日㗎啦，就會係。呢個可能就係好多人退休生活嗰個嘅情景係咪？我媽媽都係而家基本上即係每一日即係基本上都係自己我爸爸離開咗之後就更加就荒廢自己係嘛？即係總之話一日裏邊都係嘛？即係去落去整做早餐跟住就翻屋企，有時打下麻雀，跟住咧就翻屋企食下啲嘢，咁就一日間唔中有一日就可能會係去下深圳咁樣樣。人生裏邊有好多唔同嘅日子我自己係嘛，即係有啲日子係你發覺係特別重要嘅，有啲日子係特別咧係個做更加多份量嘅。咁大家都係咪？我自己都記得即係20幾年前結婚嗰日好記得自己喺德國讀完即係嗰個論文考試由一個西德搭翻火車翻屋企嗰一日嗰個情景，好記得即係幾年前開咗自己間教會嗰個第一次聚會嘅情景。喺呢2萬幾裏邊咧，有啲日子係對嚟講係唔一樣，特別重要特別咧深刻。不過你嘅人生卻唔係得嗰幾日，你要相反你要好好咧去度過咧上帝俾你嘅每一日，唔係去即係追求更加美好嗰幾日。而係去享受咧上帝俾你嘅每一日，哪怕嗰日好似係冇乜特別，好似好平淡，但係我哋咧更加嚟到去咧，即係懂得去數算自己嘅日子。所以呢個就係我自己即係對於自己未來人生即係基本上係好簡單，每日就做2件事呢個都係聖經所講第一就係每天發現天父上帝嘅恩典，發現嗎哪。每日都同樣嘅要去特登要去諗下今日有啲咩恩典。第二就係咧主動去即係遵從天父上帝嘅命令。呢2樣嘢你做足做夠咧，就係每日你要做嘅事情。我哋就係咁樣嘅嚟到去活下去。其餘嗰啲嘢即係過唔過到關，係咪做咗啲咩嘅大事，定係點樣去理解自己？呢啲其實都唔係最重要。
係咪頭先先至講開啊？即係遲啲一陣間，即係新年就去旅行啊！大家都係咁啊，一年裏邊有一兩個禮拜去咗旅行，或者間唔中去啲特別嘅好玩嘅嘢啊！但係我哋更加要懂得嘅就係我哋人生唔係淨係得嗰啲日子先至值得精彩啊！每一日好好嘅嚟到去發現上帝恩典啊！每一日好好嘅去做好啊！我哋天父要幫我哋做嘅嘢。所以好中意一首我哋以前成日唱嘅詩歌就叫做每一天，係嘛？就係每一天所度過的每一刻，我都得着能力勝過試煉。我依靠天父周詳的供應，不用再恐慌與掛念。我保護他的兒女如珍寶他熱心必要成全這事。你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是他我向我的應許。我哋即係人生去到即係下半節嘅時候更加咧去懂得去活好我哋嘅每一日知道咧即係每日都係咧，就算係發生嘅事唔一樣有啲好平淡，但係仍然咧係值得我哋嚟到去咧去快樂地去過活。我一齊祈禱，再嚟感謝你，因為你俾我哋生命，俾我哋能夠生命裏邊咧可以去數算我哋自己日子。我哋雖然地上日子嘅日子係不斷嚟到去減少，呢個係我哋人生嘅定律。但係求主你俾我哋更加有智慧，去學習去面對我哋生命嘅每一日，去享受我哋生命嘅每一日。我哋能夠可以嚟到去數算你嘅恩典，去服從你嘅命令，做好我哋每日應該有嘅本分。求主你咁樣嘅幫助我哋。我哋能夠可以知道人生裏邊有好多唔同嘅關口，我哋盡力嘅嚟到去過，即或過唔到嘅時候，我哋仍然咧係感到滿足，因為咧我哋最終要向你去要過嘅就係你自己嘅呢個關口，你能夠可以喺你裏邊即係得着呢個智慧嘅心。奉主名求，阿門。